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。今日我哋好開心可以同 Dr. Charles 一齊傾下一個好貼地，甚至乎係好多人心入面嗰根刺嘅話題，就係職場跨代溝通學。喺呢個一個 office 有齊 Baby Boomers 到 Gen Z 嘅年代，大家嘅 values 同溝通方式真係好唔同。Charles， 好高興今日可以聽你分享下呢方面嘅見解。其實係咪真係代溝大到冇得補救呢？Cathy， 多謝你啊。其實呢個話題真係好值得深思。我哋成日常講代溝，好似中間有一條好深嘅坑咁。但喺我角度睇，呢個更似係一種文化差異。根據 BBC 之前一份關於職場多樣性嘅報導，提到而家係歷史上第一次有5代人同時喺同一個職場工作。呢種情況帶嚟嘅衝擊係好大嘅。老一輩可能覺得我食鹽多過你食米，強調 loyalty 同階級。但年輕一代好似 Gen Z 咁，佢哋更睇重嘅係 purpose、意義同埋 mental well-being。我喺大學觀察到好多學生出到去實習，最唔慣嘅唔係工作量，而係嗰種無聲嘅壓迫感。係啊，即係嗰種點解我一定要喺度坐到收工，或者點解老闆唔可以直接講重點嘅疑惑。其實作為領袖或者前輩咧，我哋要明白溝通唔係要教訓對方啦，而係要理解對方嘅時空背景。如果你用翻20年前嗰套 command and control 嘅方式去對待而家嘅年輕人，佢哋唔係會驚你，佢哋係會覺得你 irrelevant 唔相關，甚至直接 quiet quitting。咁所以呢，溝通嘅第一步係要放低嗰種我啱晒嘅心態，去好奇一下對方點解會咁諗。呢種 curiosity 先係破冰嘅關鍵。真係啊，聽到你講好奇心，我覺得好有共鳴。好多時我哋喺職場感到委屈，可能就係因為覺得對方唔明我，前輩覺得後輩唔捱得，後輩覺得前輩太頑固。其實大家心入面都有一種渴望被認同嘅需要，係咪呢？係啊 Cathy， 你講得好啱。呢個就係心理學入邊講嘅心理安全感 psychological safety。明報之前都有轉載過一啲人力資源研究，指出如果一個團隊入邊大家唔敢講真話，驚講錯嘢會俾人 label， 咁樣個跨代溝通一定會失敗。對於 ENFJ 嘅我嚟講，我好相信溫暖嘅力量。我成日同啲 manager 講，你試下唔好一嚟就講 KPI， 你試下問下個 junior， 你最近學到最有趣嘅嘢係咩？或者你有咩覺得我哋可以做得更好嘅地方？呢種叫 reverse mentoring， 反助導師制，即係前輩向後輩學習新科技、新思維。咁樣唔單止可以拉近距離，仲可以令年輕人覺得自己係有價值、有貢獻嘅。其實職場上面大家都係想件事好啫，前輩有經驗 experience， 後輩有活力同新 idea innovation。如果可以將呢兩樣嘢結合，而唔係互相內耗，個 power 真係會好大。不過呢樣嘢需要大家都有好強嘅 empathy， 即係同理心。你要試下企喺對方嘅立場去諗，點解佢會咁焦慮？點解佢會咁重視 work-life balance？ 當你明白咗背後嘅動機，你啲語氣自然會溫柔啲，溝通亦都會變翻 human-centric， 而唔係單純嘅任務導向。human-centric 呢個字真係好正，即係我哋唔係對住一部機器，而係對住一個有血有肉嘅人。但有時現實係大家溝通嘅 language 真係好唔同，例如後輩中意用 emoji 或者好短嘅 Slack message， 前輩就覺得呢啲係唔尊重，呢啲細節位應該點處理呢？哈哈，呢個真係好經典，係啊，即係句號嘅爭議咧，對 Gen Z 嚟講，打個句號可能代表緊我好嚴肅或者我嬲緊，但對前輩嚟講咧，句號只係一個標點符號。呢啲就係所謂嘅溝通禮儀 communication etiquette 嘅落差。其實咧唔需要刻意去模仿對方嘅語言。你叫一個50歲嘅 CEO 去用 fam 或者 cap 呢啲 slang， 其實會好尷尬。關鍵係要建立一套共識，例如團隊可以喺 meeting 入邊 open 咁討論下，我哋通訊用咩 channel， 急事就打電話，唔急就 email Slack， 就係大家輕鬆傾嘢。當大家對溝通嘅 expectation 一致咗，誤會就會少好多嘅。另外，真係要多啲 face to face 嘅機會，唔係指嗰種好悶嘅大型會議，而係 grab a coffee 或者一齊食餐晏。喺非正式嘅場合入面，人嘅防禦機制會降低。我見過好多個案，本嚟大家喺 email 嘈到拆天，但坐低飲杯嘢，發現原來大家都有養貓，或者大家都中意去日本旅行，嗰種人與人之間嘅 connection 建立咗，翻到去 office 做嘢就順好多。所以話呢，溝通其實係一種情感嘅投資。
你平時處定啲好感度，到有 conflict 嘅時候就有得扣，唔會一下子就斷裂。真係情感投資呢個概念好正，好似我哋 INFP 咁，有時會比較內斂，未必敢主動去飲咖啡。但如果有一個好似 Charles 你咁溫暖嘅領導者去 lead 住個氛圍，真係會放鬆好多。咁 Charles 對於一啲正面對住跨代溝通壓力嘅聽眾，你有冇一啲好具體嘅 advice 可以俾到佢哋？如果你係前輩，我想建議你學習聽多過講，試下用80%嘅時間去聽，20%嘅時間去問，唔好一嚟就話我以前點點點，而係問你點睇呢件事。當你俾到空間年輕人發揮，你會驚訝於佢哋嘅創意。如果你係年輕一代，我想建議你學習主動回報。前輩之所以會 cheer 你，好多時係因為佢哋冇安全感，佢哋唔知你進度去到邊。如果你主動 update 佢，甚至主動請教佢嘅經驗，佢哋會覺得受到尊重，自然就會放手俾你做。其實跨代溝通最重要嘅心法係 assume positive intent。假設對方係好意，當你覺得對方係針對你嘅時候，試下停一停，諗下佢背後係咪只係想件事好，或者佢只係用緊佢最熟悉但你未必中意嘅方式去表達。如果大家都可以行多一步，職場就唔會再係戰場，而係一個互相成全嘅地方。我成日覺得每一代人都有佢哋嘅超能力， Boomers 嘅穩重， Gen X 嘅堅毅， Millennials 嘅靈活， Gen Z 嘅真誠。如果可以將呢啲能力 merge 埋一齊，嗰間公司一定會好強大。好有啟發性啊！聽完 Charles 講完，我覺得自己對職場溝通多咗一份信心。溝通真係唔止係講嘢咁簡單，係一種心態嘅修煉。時間差唔多啦 ，Charles 可唔可以請你提供2到3個問題俾我哋嘅聽眾帶翻屋企反思下？好啊，大家聽完今日呢集呢，可以試下問下自己呢幾個問題。第一，如果你喺公司遇到一個同你諗法好唔同嘅長輩或後輩，你第一反應係佢唔啱，定係我想知佢點解會咁諗？第二，你上次真誠咁讚賞一個唔同年代嘅同事係幾時呢？第三，你有冇試過主動去了解對方年代嘅文化，而唔係單純咁用自己嘅標準去標籤人？希望呢幾個問題可以幫到大家。最後想同大家講，溝通係一場馬拉松，慢慢嚟，唔使急嘅。多謝 Charles 嘅金句同反思，希望大家喺職場上面都可以揾到嗰份跨代嘅溫暖。下集茶找智慧，再見，拜拜。